後來鄉親啊，即陣哦梅啊當咧大出，南投仁愛鄉舉辦活動，邀請大家來卡梅啊、試梅啊，體驗部落的文化活動。仁愛鄉修身梅仔唔是香草板，是用德國雷牌。泡梅仔是仁愛鄉採梅產業真大特色。我們這邊都是用竹子用打的。我們一般梅子節的時候，我們都會說是打梅子，不是採梅子。仁愛鄉公所講，除了有舉辦開幕場，公所特別規劃做梅仔體驗活動。那後續啊，他們會在假日的時間來各社區來辦理一個採自美的一個主題活動。為期1個月，仁愛鄉做梅仔會，除了泡梅仔、做梅仔，還有部落文化導覽，內容豐富精彩。鄉公所歡迎全國遊客來到仁愛鄉體驗部落文化風情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